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民啊。咱讲到这礼拜真正要互大家满满的国际停台这个消息啦有影嘛，毋是家己咧操蛋咧保家己啦那么看到讲过去咱讨论过，美国拜登政府停台湾做有意义的这个国际参与也好，还是日本大选结果自民党才得到胜利，过去嘛伫咧因的这个政见内底写着讲支持台湾参加 CPTPP 也好，甚至 WHA 啦咱嘛看到讲这头一团官方的这个欧洲议会来到咱台湾访问这是咱讲台湾的这个大新闻、大消息啦另外，咱讲虽然这个委员会啦唔是这个详细的这个委员会，但是因主要对抗的是这个打击假消息，甚至是要对抗到一寡这个外部的这个势力那么看到讲10月初3已经来到台湾，今日是第2天啦主要来去拜访咱的这个蔡总统啦另外，咱有看到讲这个 INGE 啦主席去建议咱的这个蔡总统的时阵，伊安怎先来说明咱台湾的？伊讲台湾面对着中国所培养出来台湾这个民主啦真正欧洲议会长期以来拢看伫咧这个眼内啦嘛将台湾看作是对抗假消息的一个基地啦这嘛是互咱真大的这个鼓舞啦另外，蔡总统安怎来回应呢？伊讲毋望咱台湾会当建立对抗民主这个信息的这个基地以外，嘛会当正做一个民主联盟所以咱双方才应该是做一个大的这个进展甲交流但是有人讲哇，这团呢可能毋是官方，咱等下好好讨论到底是官方派来，毋是啦另外，咱就讲中国因为因这团要来，伊安怎讲咧？驻欧盟的这个大使团就阁批评欧洲议会这回访问台湾，伤害到这个欧洲联盟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因的这个回答无意外啦但是咧，咱嘛要回顾到顶个月这个消息，更加要互台湾人来注意欧洲议会伫咧顶个月580票通过啦这偌济%呢？86%这个数字有影真悬通过啥？通过欧洲甲台湾的政治合作。超过30项的这个建议咱等下当好好来讨论，包含啥？欧盟爱正名啥物？台湾的这个办事处，另外爱强化到这个最高级的咱讲官方的交流，尤其是官方交流另外支持台湾参与到国际这个组织，安尼看起来咱讲甲过去真正完全无共款另外。亲像讲立陶宛过去关咱一封写真济这个部分支持台湾伫咧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啦其实咧立陶宛的这个总统即阵嘛表态，伊阁去问这个拜登拜登嘛是赞同的啦另外，咱讲到台湾和欧洲强化这个反制假消息这嘛是咱甲这回较有关系。另外嘛要启动着 BIA 这个监督的这个作业，另外全方位这个视角来支持台湾和欧洲联盟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讲伫咧台湾，还是讲伫咧国际上，大家认目到这个台湾已经过去完全无共款。过去咱讲台湾佫会甲这个 Thailand 忽唔对去，但是即阵国际上认目的台湾已经是一个润命的报道命运都要掌握到家己的这个手里啦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3位老朋友第一位咱要邀请台湾地科这评委员赖中委员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琪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前外交官刘书记 Jerry 你好，嗨，大家好。有影咱头拄也讲到蔡总统这回咱讲见面，甲上见面 INGE 的主席这个 Kussmann 咱就讲到真正有一寡较大的这个象征的这个意思啦但是有人讲这到底是官方的派来，还是毋是官方啦另外咱讲伫咧总统府，因到底对外宣传着啥物？先做来看。尤其欧洲议会在上个月第一次高票通过了台欧盟政治关系及合作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支持率达到86.3%，是欧洲议会本届会期支持率第2高的报告。在这里，我要再次谢谢各位议员的支持。我们相信台湾和欧盟在各领域一定会持续深化伙伴关系。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very clear message. You are not alone. Europe is standing with you, by you, in the defense of freedom.And the defense of rule of law and human dignity, a much stronger EU-Taiwan partnership. Thank you so much for welcoming us, and now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Thank you.
是吼，咱讲欧洲议会官方头一摆派一个代表团来到台湾访问。其实咱讲欧洲议会这个议员也好，真正来到台湾的真济啦但是这个官方派出来第一团，敢是第一团，还是这是不是官方咧？教授，这当然是官方，因为你看欧洲联盟个欧洲议会伊这团派出来了，就直接讲这是因官方认证的啦，认证过哦，所以表示讲这本来就是官方。当然有的人讲这不是官方，因为伊对迄个欧盟感觉敢若是讲，除了欧盟执委会以外，其他拢毋是算讲欧盟的官方。所以讲迄个伫欧盟内底有三上重要的组织嘛，一个是迄个执委会执委会，另外一个是迄理事会嘛，理事会。搁另外主要民意机关就是迄欧洲的议会，所以讲对伊即款的迄个认证，敢若讲甲欧盟执委会本身派出来人才是官方，其他拢无遵守。这就表示讲伊对欧洲联盟本身的这个组织根本就无了解，才安尼讲。所以即届因的这个算讲这团欧洲议会有讲这本来就是因正式派出来的团。派来这个所在，佫有嘛有真特别的任务，就是要甲台湾来讨论讲假消息这边尤其是这个算讲人安怎透过这个社会social media 社群的媒体来开始来算讲对民主的社会来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对因即个想要讨论的这个物件来讲算讲这是有根据欧洲议会甲因的一个任务。当然这甲因本身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性质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就是讲，因为即届因来到台湾甲拄好甲欧洲议会真悬的票数通过，安怎甲台湾提升这个算讲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这个物件算讲是有直接的这个发展，就是讲这团过来佫是官方的认证，表示讲进前通过迄个报告本身是有物件，有效力，有效力，所以就讲即届，就是讲刚才就因来遮是嘛是见证，即个报告本身毋是黑白乱写啦，毋是讲写了迄个通过，互算讲台湾感觉讲真欢喜安尼尔，绝对毋是安尼啦。是，所以毋是干那咱头拄讲580。咱讲这个票数安尼尔啦其实咱头拄讲到30项的建议，即阵集团就是要互伊 let it work 啦这个咱讲这个报告有伊的这个效力伫咧。继续，咱搁请教这个教授啦你尤其咱讲对抗假消息这块，你嘛算专家啦咱大家好好甲你请教一下。尤其集团来啦咱头拄讲到，为虾米对抗假消息，咱台湾是一个咱讲堡垒啦因为对抗过去咱伫咧选举也好啦社群媒体这个渗透。咱讲有外部势力，拢是来自这个中国这边啦其实欧洲嘛对抗着假消息呢，因是面对这个俄罗斯Russia 这个部分所以看来讲台湾伫咧这地过去咱有受苦过，但是豆豆安尼行出来，即阵咱用咱过去这个经验，要互因啥物咧？亲像讲主持人头拄仔讲到，即马政经的形态有改变嘛较早是热战，较早是用武器，但即马咱是讲冷战，就是用网络、用科技、用假消息去影响对方。这边呢，这方面中国是足厉害的。咱会使用最近发生的两件代志来讲第一件就是最近大家可能有听过讲彭帅这个名，或是网球的女选手，伊伫中国的社群媒体观点呢，伊写讲伊甲中国的前一副总理发生关系。这个消息出来呢，大家就讲那有这款代志，但是20分钟了后，这个消息就去删除你会看到讲中国对网络的控制20分钟中国国家遐尔大，但是20分钟一个消息就会使全面锁起来拢抬掉伊，拢抬起来，你拢看袂到咯。即马中国的网民呢，伊要讲这件代志，伊就爱用彭帅，袂使用这两个字，伊爱用彭于晏很帅爱用另外一个名题啦是。第二件代志就是，咱即马最近台湾的媒体嘛有咧报道的，中国的媒体讲，台湾即马人民拢咧囤武器，因为咱咧准备咧战争啦但是咱伫外口看者，就无即款代志
那当然台湾这边未相信这种消息，但是咱想讲，会伫中国遐伊消息无遐尼自由，哦，所以伊唔知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假消息的力量就会足大的。所以咱会看到讲，为这两件代志，你看到中国的假消息的能力，甲伊的伊做过政治这种经验，其实台湾就是伊头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嘛吼，所以咱家是咱做有经验，会使分享给咱的外国的朋友。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过去咱这个受苦受难过吼，深受咱讲的这个假消息的这个危害啦吼。但是咱讲吼，过去咱嘛有成立着伫咧民间遮吼，咱讲事实查核也好，也是你伫 LINE 吼会当用一个吼这个美玉字啊吼，伊会当吼甲你这个吼物件甲你。揪出来就是讲错误的信息，会当甲你倒吹倒巧啦但是其实伊佫牵涉着真大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应用其实咱台湾做这块嘛有真侪咱讲专家另外咱继续佫来请教这个 Jerry 咱头也看到讲这个欧洲议会这回派出7个这个议员，另外连这个随团的拢总13个非常的这个大团啊另外尤其这个法国籍的这个Guzman 伊是特别委员会这个主席另外咱讲到无共国籍的拢伫内底，尤其Lithuania 啦Czech Republic 这个 Austria 啦，这个部分等等拢伫内底，咱等下会当注因的这个国籍内底会当看出啥物无？咱等下再来好好讨论讲因内底实际的这个运作。咱先来请教 Jerry， 你安怎看讲因的这个组成咧？当然，就是讲，咱都有讲到做这个欧台政治合作案是一个讲 landslide 的表决啦，会当讲大部分的这个议员拢有赞成甲台湾来加强咱的这个台湾甲欧盟的这个双边的关系啦。这边这个团我要强调，伊绝对是一个官方一个正式的一个访团我想要安怎讲，就是讲其实。过去差不多马总统迄个时阵都是有真侪即个欧洲议会即个议员来到台湾，所以欧洲议会议员来到台湾早都已经毋是新闻，这是最足久代志。这个马总统、陈总统到这个蔡总统，这都是行之有年。即边是讲伫外交部即个官方即个新闻稿来强调讲，这是头一次。是欧洲议会官方的代表团来到台湾，这都是讲这个名数一定是欧洲议会迄边一定有是一个认可。讲过去是欧洲议会议员以个人的身份来到台湾，但是这边唔是，这边是欧洲议会。官方甲咱这边来计较，安尼派一个团过来，所以所有这个行政程序，我相信一定甲过去是完全无共的。所以外交部新闻稿安尼写，有看到一寡在野党的人来讲什么这可能欧洲议会唔是官方是欧洲这个地委会才是，我感觉这个讲法是有淡薄有较牵强较离经唔免安尼较。唔免安尼去唱衰啦，但是当然就是讲欧洲议会是代表欧洲的民意啦。阮当然嘛是希望讲未来咱台湾甲欧洲甲欧盟这个地委会这个会当讲是欧盟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互动会当愈来愈好这嘛是咱一个方向，但是唔免特别去讲这边这个欧洲议会这个议员是民间嘛，唔免安尼讲第二点我要强调就是讲其实这边你都要讲这边这个总共有13个嘛有一个是立德宛嘛这个。议员立德宛我感觉是可能是未来这两个月这3个月台湾甲欧盟双边关系一个重点就是讲差不多为2个月之前开始，咱咧讨论讲，就是讲咱台湾要伫立德宛来设一个代表处为着这个名要安怎甲升复中国。开始有真侪意见讲，每当叫这台湾代表处对 TRO 啦，是讲因为这个 T 是台湾例子，嗰唔是台湾是台湾例子哦中国是当然无法度接受啦，因为那是立德宛这个 mission 这个处会当咱用 TRO 来设处的话可能反射啦，伫未来有这个骨牌效应，可能咱
台湾伫全欧洲其他的厝嘛是有即个可能有即个潜力吼，会当一步一步来改名吼。那即摆咱比如讲，咱即摆伫英国叫这是台北代表处，以即个 T 是台北，台北代表处，敢有可能伫台湾即个台湾代表处来设处了以后，咱伫欧盟啊、伫英国、伫爱尔兰这些处，拢会当以台湾为例，吼来改名叫做台湾代表处。所以你会当去看到讲，其实中国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紧张，伊绝对无法去看到讲伫台湾即个处会当去设成功。所以咱会当去看到讲，像很主席即个时阵，龚明鑫吼，啊，还有一寡做经贸即个厂商啊，甲即个代表啦，去伫台湾这边来做一个双边的投资的即个会议吼。我坦白讲，就是先丢一个红包啦，讲先丢牛肉啦，先蛋牛肉出来，讲以后咱台湾甲台湾吼，甲整个中东欧地区，要安怎来发展双边的这个投资甲贸易这个关系，所以派一个这个贸易代表团先蛋牛肉出来。到目前，台湾政府还未松口承认，还未去证实讲未来这个驻立陶宛这个 mission 会叫什么名，拢还未讲。但是我咧看吼，我个人可能我比较天真啦，我较天真，我会认为讲可能这台湾代表处这个名吼，唔是无机会。OK， 那是真的美梦成真哦，这是对台湾一件非常好的代志啊。是，有影，咱头拄讲到是这个组成哈，尤其咱还有这个另外一位啊，这个议员伊嘛是做过立陶宛的这个总理啦吼。啊，咱讲吼立陶宛伫遮吼扮演可能嘛是不离啊大的这个角色的，教授敢毋是安尼？我是感觉讲即届吼，迄利斯维尼亚，毋敢讲利斯维尼亚，你看讲遮嘛 Czech 啊，甲去 Austria 啊，甲即个Italy 吼，甲 Greece， 算讲伊的国籍算讲真分布啊，算讲多元吼，真多元嘛，真平均。是，我是感觉讲较爱注意是讲吼，因遮内底吼。有一个是迄党团的即个政策顾问，啊，甲迄个秘书处的官员。是。秘书处遮个人会过来，就表示讲吼，这真正就是欧洲议会有分伊的预算互因，所以讲这是另外一个证明，讲这是一个真正式的团，官方的团，伊用的是欧盟家己的预算。哦。所以这甲迄咱甲伊请过来时阵吼，你请过来时无可能请到秘书处的官员。咱也是甲人请过来，邀请人来台湾的时阵，上济啦，除了讲议员本身以外，都是算讲伊的助理。是。啊，咱即摆讲着讲是秘书处的官员，这毋是助理尔。OK。所以讲，我讲有真侪即个算讲媒介吼，咱来了解一下。真有落物件，当去看着讲啊，真正伊是有内容哈，有物件通去参考。啊，搁一点就是讲吼，因为即马讲着讲前一阵啊，即个欧洲议会的即个对台湾关系一个报告吼。是。啊，我讲近前嘛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讲，欧盟执委会啊，甲即个欧盟理事会的即个算讲两个头吼 ，Van der Leyen 啊，甲即个Charles Michel， 因即两个吼，一个是执委会的主席，啊，甲另外一个是算讲理事会的主席，迄联名吼，写批互即个咱算讲伫即个欧洲议会有成立一个刚才台湾 Caucus 叫做 Formosa Club， 是吼。因为应该是 Formosa Club 内底议员有要求讲安怎甲台湾爱提升即个关系，所以讲因有写过转来。我是讲爱做的是讲吼，实际上 Formosa Club 成立迄当阵，我人拄好伫迄个 Brussels， 啊说哦见证着。实际上 Formosa Club 迄当阵主要是讲咱台湾家己去杀，啊去算讲找几若议员吼，啊甲成立，啊成立即个正式的即个算讲即个所在吼。我是迄当阵的印象，敢若亲像是讲，因为是台湾伫后壁咧杀，啊当然是欧盟的即个议员来嘛伫遐出面吼，但是敢若亲像是无啥物欧洲的即个议会内底安怎有对伊啥物款祝福拢无，哦，这算讲咱家己咧用。是。结果即马咧，即个 Formosa Club 迄当阵敢若亲像讲台湾伫后壁吼，拜托咱的朋友甲成立起来吼，结果即马伊写的物件。竟然是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啊，甲欧盟理事的主席两个人伫
共同联名写批，爱算讲回答因这个 Formosa Club 因所问的问题，所以伫遮表示讲，两个头斗阵写吼，来回答这个议员的这个问题，这算讲，尤其是针对台湾来讲，这足罕见的。是，所以台湾已经变做是一个 hot issue 吼，伫咧欧洲遮啦吼。所以咱头拄有讲到吼，即个组成也好，也是讲内底伊成员吼，伊担任什么这个职务吼，拢会当看出着一寡这个端倪吼。另外，咱佫继续来讲到吼，即个吼，咱讲专名吼 INGE 啦吼，是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定数。咱头拄嘛特别讲到这个假消息，其实吼，伊毋是吼，这个详细的这个吼性质的特别委员会啦吼，伊敢若是咱讲伫咧即个时间吼6月成立。今年9月开始运作，到明年3月半当的这个时间，要来去处理掉这个真正爱去处理的危害到欧盟的民主定数因的任务，因的 mission 是啥物？对外来势力干涉到这个欧盟也好，其他会员国因的这个民主机构也是鉴定有一寡这个影响，提出着一寡立法也好，也是讲一寡这个工具啦咱讲这个较重要的这个领域包含着传统甲社群媒体这个假消息的宣传也好。关键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基础的这个建设，网络的这个供给直接也是间接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支持，也是讲对这个政治人物经济协迫啦也是讲颠覆到这个公民社会。因上大的这个咱讲头拄这7位啦也是讲有33位这个议会成员内底，因较要义的是这个部分。继续佫请教这个教授啦咱头拄嘛讲到因的这个任务，甲因的这个领域伫个其实咱嘛讲到这个hot issue啦嘛是讲伫咧假消息，伊嘛是对抗着遮嘛有一寡这个困难伫个这回来台湾这个学习，咱真正嘛讲有一寡这个团体应该接受，你有了解是？应该是讲假消息这件代志有。为较早就有，但是即马是安怎用网络、用科技的力量，即马假消息变成讲，敢若是全世界国家安全大家拢最重视的问题，因为有2点一点就是讲，伊成本变啊足低。OK。我较早若是要传播假消息，我可能要派一个人来渗透你的社会，底下也是买你的媒体。但是即马拢唔免啊！我即马伫网络观点，我制作一个内容，然后我用网络社群媒体的力量去传播，我成本足低。是。第2点就是比以前的假消息愈来愈假。咱最近嘛有发现讲，A 片迄内底的面。人的面会使换起来，换了你可能无感觉讲，这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几当前咱嘛有看到讲美国的科技，伊早就会使用一个伊是做一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影片，然后把伊无讲过的话用伊的嘴型，安尼你几个影片看起来，敢就是伊有讲过迄段话啦，嘴型一模一样拢共款，你看袂出来，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只是你看影片，你即马看影片，眼见不为真啦你看到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若是唔是用科技，是用全世界合作，请问一般人已经无办法安尼直接用你的目睭去分辨所以这一定是需要讲全世界大家拢来找一个方法，搁爱科技立法大家来合作来对抗这个假消息的影响。所以即马咱会看到讲是安怎美国。还是欧洲，伊拢会团来台湾来访问，甲分享、甲交流台湾这对抗假消息的经验。因为台湾这对抗假消息的经验，真正是就全世界拢做有价值的。OK， 这是世界以前无面对过一种。战争的形态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台湾有真济通好去学的但是咱头拄讲到过去咱痛苦过但是咱这个法律有对起来无咱讲台湾这第一好好来讨论一下咱看到讲过去日本通过着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限制法这是上届。早通过14个这主要国家针对着这个假消息的这部分，当然迄当阵因的假消息可能唔是针对着这个信息内容这部分，伊是要求这个提供者有一寡这个责任另外，美国这部分是透过这个2016年通过这个反外国宣传甲这个造谣的这个法案其实咱讲过去咧管理着这个传播内容是这个咱其他的这个传播管理机关但是因这回是甲伊升级变做是一个国土安全的这个部分。另外新加坡嘛通过着2019年的时阵，这个防止网络假信息甲网络操纵法这个是 POFMA。另外是欧盟嘛是共款对着
虚假资讯的这个行为吼，做一寡这个守则吼 ，Code of Practice Disinformation 吼，嘛鼓励资讯科技这个公司资源来去签嘛，家己吼这个 self-regulate 啦吼。另外，德国这个部分是2017年通过社交网络强制法。法国这个部分是2018年哦打击资讯操作法案吼。另外，英国这个部分是网络安全法吼。老师，咱继续看，这个法，咱台湾这阵的法，敢若是一个草案啦吼。草案伊其实一小部分吼涵盖着咱讲对抗假消息尔啦，是毋是安尼？因为咱头拄仔讲假消息，即马网络的世界，其实讲伊是用科技的力量，甲较早无共款嘛吼。所以伊即马做侪立法，拢是爱处理这较早无共款的所在伫倒，就是咱有一个社群的媒体伫中间。所以像咧放这假消息，像咧做假消息，其实像的资料上侪，就是这社群的媒体。伊伫后台有大的资料嘛，所以伊上会使去看到讲，上会使去追踪到这像咧放这个假消息，像咧做这个假消息，所以这做这立法呢，第一种可能是伊提高法律的责任，第二种呢，就是要求这社群的媒体爱甲国家来合作，伊嘛是爱负一定的责任啦吼。因为咱看讲，即摆做侪人伫网络管定，伊就是下广告，下广告伊有付钱或者社群的媒体。但是这社群的媒体，伊收钱嘛是一般来讲嘛是爱负一寡责任嘛吼，所以一般这立法拢是希望讲这社群的媒体有后台的资料，伊会使合作国家来查这假消息。若看到假消息的时阵呢，伊会使帮忙去阻止假消息的传播。大致上。是为这个方向去做。OK， 是法的这个部分哦，但是咱头拄讲到，可能是2017年是咱台湾本地要设一个数位通信传播法吼，但是迄个部分也未拢总交全，但是咱讲到民间的力量吼，有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也好啊，是其他科技的力量，科技的这个应用内底，真正若是要互因早登去学习，还是因即阵可能私底下已经咧交流的，因会当早起的这个技术是啥物咧？比如讲，咱头拄仔讲到讲，即摆假消息愈来愈假，对无？这愈来愈假，你无办法靠一般人民甲伊讲，你爱去看，安怎看会出来？即摆你就需要讲科技的攻击，你爱有科技的工具去斗相共，所以咱即摆咧讲假消息，其实毋只是带一般人爱媒体识读的能力啦，嘛是爱讲科技的工具的斗相共，所以咱拢爱做伙来看。咱即马尤其讲有一寡国家安全的假消息，其实伊后面可能有一个模式，你会使看会出来。这得爱有团体定长期去追踪，去看讲伊后壁可能是倒一寡人，倒一寡账号伊的同时拢出现同款的消息。所以这经验拢是会使为较早以前台湾拄到的情况来分享。咱会使互相的学习。OK， 虽然咱台湾有一寡这个经验会当分享，但是咱这个法律的这个难处也无法度真正甲人分享尤其咱是抄别人的较济啦伫咧法的这个部分，真正咱若摕即个要法真正爱较深的。尤其咱讲其实咱要求到这个 provider 啦提供者其实 provider 那是透过社群媒体，你都要去到 Facebook 也好，还是讲这个 IG 也好啦，啊甚至 WeChat 你要去甲查，其实嘛是介困难，要去甲发嘛是介困难所以透过有一寡这个 Big Data， 有一寡技术性的这个物件，咱是民间已经开始咧做这是较容易会当去突破这个部分另外，咱搁讲倒来这回这个欧洲议会啦真正咱看到讲这回来甲咱。这边来做一寡这个访问，昨是看这个苏贞昌院长做一寡这个见面，现在是和这个蔡英文总统，明仔载咱讲可能爱甲这个法院尤锡坤院长来做一寡这个会面行政者嘛有总统府者嘛有，立法院者嘛有啦所以这三方面到底有啥物讨论啥物咧？咱先做来看。欧洲议会外国干务后名民主停书 INGE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来到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甲7位跨党团的议员用握手鼓的方式来拍招呼，表示热烈欢迎。苏院长指出，台湾甲欧洲虽然离真远，也阁共享民主、自由甲人权这价值，确实互彼此零距离。另外，疫情期间得到欧盟国家赠送这个疫苗，伊当面来表达感谢，并且强调台湾除了在防疫方面应对世界做出贡献，伫打击这个假信息方面经验也真丰富。
在假讯息的传播方面有很多令人忧心的事项。各位到这里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更清楚的体验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第一线是多么的重要，也是多么的辛苦。但相对的，我们对抗假信息也非常有经验。这摆欧洲议会代表团总共13人，由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国籍议员古斯曼为首，成员也包含立陶宛、捷克、奥地利这7位跨党团的议员。古斯曼俄罗台湾的民主成就，就算面临中国威胁，民主体制依然是真发展。How difficult and how courageous it is to build a democracy while being under threat by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ike the one in Beijing. 这摆是欧洲议会史上头一摆派遣官方的代表团来访问，意义真重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希望鼓励台湾能够增加国际参与的空间。它是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用一个比较不具政治性的，也就是治安的问题，跑到台湾来。学者分析，欧洲议会伫无违反一中政策的前提下来访问台湾，展现欧盟甲台湾的关系紧密深化。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头拄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吼，就是讲咱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合作啦吼。啊，到底用着什么这个 framework， 还是讲吼什么款的这个政策，尤其吼牵涉到吼，咱讲欧洲要和咱台湾交往来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吼，有一个国家一定 keep 不来，就是中国啦吼。啊，因到底安怎来去参与，还是讲安怎看台湾吼？其实咱看到讲顶个月吼，因通过吼这个欧盟和台湾政治工作，这个工作的这个报告的时阵。EU Taiwan Relations 啦，因要要求一个更较强的这个谈判关系。伊嘛讲到咧，台湾其实是一个对欧洲真重要的谈判伫咧咱讲这个民主上的这个好朋友啦另外要来做一个 bilateral investment 咱头拄嘛讲到 BIA， 就是要互相来做一寡这个互相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一寡协议等等啊，另外咧，咱讲到这个欧洲联盟嘛爱做一寡一个咱讲甲这个有较紧张甲这个中国的这个时阵，咱爱保护着台湾的这个民主伊这是徛伫欧盟的这个立场先来请教 Jerry 因这3点其实真明确第一点讲咱台湾是真好的这个谈判关系伫咧民主上。另外咧，就是讲 BIA 你过去嘛伫咧咱拜节目头顶提供过BIA 咱投资的这部分继续来去做。另外面对着中国较紧张的时阵，爱保护台湾，这3点其实甲过去欧洲的态度完全无共款。因为过去欧洲算讲甲美国来比较欧洲伫过去有一寡国家是甲中国行较晚但是这个办势伫最近是有做一寡改变。是，其实我咧看这个咱讲欧盟甲台湾政治合作这个关系这个报告啦我感觉有淡薄像这个欧盟版本的台湾关系法。我唔知安尼讲敢会伤超过，但是我感觉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伫目前台湾。美国若是去讲到伊甲中国甲台湾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也讲他们遵守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是。其实到很主席其实欧盟嘛是有遵守这个一中政策。但是欧盟甲美国上介大的无共款，这差别就是讲。美国即马拜登政府即个一中政策是讲较真白，伊就是讲有台湾关系法，有即个3项公报甲6项保证，伊是讲较真明白、真清楚。是，但是到底什么是欧盟的一中政策？我感觉第一点就是讲，伊其实无讲较足明；第二点就是讲伊的内涵，伊 implications。我感觉嘛是一直咧演变。OK。你看。这几年啦咱台湾甲欧盟的关系愈行愈远，但是因虽然嘴讲我们会因会来遵守咱这个欧盟版本的这个一中政策，而且这个欧盟的一中政策甲中国的一中完全是无共，但是伊自头到尾都无去讲明白，就是讲到底什么是欧盟版本的这个一中政策，所以。我看到这边咱这个因通过这个欧台政治合作报告啦其实我会去想着讲，伊有淡薄是一个 framework 一个大的架构，甲
咱未来即个后面甲台湾即个双边的关系，做一个较广泛性的吼一个规范吼。啊，当然伊毋是一个讲有立过颁定有这个法律效力的东西，但是伊就是给一个框架出来。啊，未来后面甲台湾即个双边关系，就是照安尼行。伊特别是有去讲到讲，即个目前即个。后面伫台湾即个办事处啊，叫做 EETO 嘛，阮过去嘛同咧互动啦。是。即个 EETO 是伊的全名是叫做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就 EETO 吼。伊是写欧洲，伊毋写欧盟哦吼。啊，但是伫即个报告，即个欧台合作即个报告，伊是吼写讲未来吼，伊是建议啦吼，即个欧盟伫委会吼，甲即个 EETO 改做是叫做 EU Office in Taiwan， 就是甲欧洲甲做欧盟吼，啊甲即个 Economic and Trade 甲扣掉，佢 EU Office in Taiwan。所以虽然讲欧盟到目前嘛是去遵守因所谓即个一中政策，但是你感觉讲是毋是未来欧盟甲台湾双边关系会是往即个半官方？啊是准官方这个方向，是目前还未啦，但是我向这个方向已经咧行进步啦。你去看到讲这个欧盟地会这个副主席哦，这个 Joseph Borrell， 伊本人嘛是这个欧洲这个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是，就是讲伊其实都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啦。伊其实伊都有讲啊。伊讲即个台湾的即个晶片，这个我们的半导体哈，其实对欧洲的即个数位安全是有真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连欧盟的外交部长哈，伊本身嘛是这个欧盟地委会是欧盟行政部门的副主席，伊嘛可以讲你讲台湾的即个半导体即个晶片对欧盟是真重要。伊嘛安尼讲，那当然嘛是希望讲未来啦吼。不只是咱这边看到这个欧洲议会这个 delegation， 未来嘛可以看到讲是欧盟行政部门哈，欧盟地委会这个高层的官员会当愈来愈针对台湾这个议题来发言安尼。有影，头拄啊，这个咱讲吼，议员委员已经讲吼，台湾伊是 hot issue 啦，是一个真热的这个议题。啊，头拄啊，这个 Jerry 嘛讲到吼，其实。咱讲，若是家看做是这个欧洲版的台湾关系法，当然，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这个国内法啦伊安尼看起来可能遵照这个 framework 的这个基础较济啦啊，咱个请教这个议中委员安怎看咧？尤其咱头拄等下好好来讨论One China Policy 到底伊的这个用意是啥物？伊嘛是无脱离伊的 One China Policy。以前人咧讲因欧盟，也是讲即个美国讲伊家己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啊，甲算讲最近这3-4年来无论讲是美国还是讲欧盟，伊鼓励讲，咱即马嘛是有咱的 One China Policy。你会感觉讲，伫以前，敢若像是起码一直到迄5年前的时阵，美国咧讲到因的 One China Policy 伊的一中政策，伊是针对台湾咧讲，就讲你甲我的关系，你莫想遐济所以讲咱这就一中政策都是即个框架内底咧处理但即马5年以后就讲最近2-3年开始，伊讲着一中政策时，伊针对对象毋是针对台湾的，伊针对中国。甲中国讲，你莫甲我摇把叉，讲我安怎咧违反即个原则。我实际上我毋敢讲我有家己的一中政策，我即马所做的完全拢是伫我一中政策的框架内底咧处理。所以讲，你都莫甲我讲我安怎做了毋对。是。所以讲这两个重点用字拢完全共款，但是伊针对对象完全无共款。意涵拢无共。以前是针对台湾，叫台湾莫笑受，即马是针对中国，叫中国莫摇把叉。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即马来讲嘛，唔干讲美国啊，讲欧盟，是可能嘛有到以后会包括其他国家还是安怎对，咱会当知影讲以后发展可能是讲第一点，伊会讲强调因家己的即个一中政策，嘛强调讲即一中政策甲你一中原则中国一中原则这是无共款。第二个是讲我安怎要甲台湾发展关系，还是安怎我拢讲这拢无违反咱的一中政策。所以讲用即个物件，甲人藏伫遐叫你莫伫遐咧黑白吵。但是
虽然讲伊也是用这个来做一个保护伞吼，来表示讲伊安怎要甲台湾发展关系，但是这嘛表示讲，还是有一个算讲隐形的框架，意思就是。要甲台湾吼发展算讲正式关系，即马有还是有困难。OK， 所以吼，甲这头拄啊 Jerry 讲吼，若是讲半官方，还是讲行向官方的这个路已经咧行吼，但是实际上要去甲官方遐，这个雨伞吼，这个就是甲你看伫遐啦吼。One China policy， 虽然伊讲 Parliament calls for closer relations with Taiwan 吼，啊嘛是吼依照着这个 EU 的这个一中政策啦吼。啊，另外伊个讲吼，甲后要对。台湾也好，还是讲吼，这个继续这个威胁，吼，咱讲伫咧台海这个部分啊，这其实吼，这个物件也是小可摕袂掉啦吼。Jerry，你安怎看？对啦，就讲伫第一季吼，要叫后面去甲规个摕掉呀。这个摕掉吼，我感觉是有淡薄仔困难，但是讲所有的困难拢是一步一步来克服啦吼。但是后面即摆是安尼，就是讲伊整个气氛对台湾是真友善，啊，对中国是愈来愈不满吼，啊，愈来愈无信任，吼。你会当看到就是讲即摆即个 G20 即个会吼，奇怪，即个习近平伊就无去参加，普京嘛无去吼。啊，其实佫有一个就是讲即个 IPAC 的问题，就是讲即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吼，这个年会吼，伊都是借着这个 G20 这个会召开第一次的这个会吼，伫罗马吼，嘛邀请台湾的部长去致辞嘛，所以你也感觉讲其实台湾这个外交这个形象，即摆伫后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啊。来比较，讲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但是你要讲会当去后面即摆。用嘴来讲说，你要甲台湾来发展这个官方的这个外交关系是有较困难。有较困难，所以咱就用到这个自信的这个议题，外部势力的这个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阮就是有经验嘛。有经验。阮是逐工咧面对这个为中国来这个，不管是骇客还是这的威胁嘛，所以阮有这个经验会当去讲。其实过去。我伫外交部的时阵吼，我嘛是有来即个处理即个台后面即个双边即个年会啦。啊，其实逐年拢有即个咱台湾负责即个治安的官员会去后面去开会，阮拢会伫边仔咧协助啦。所以其实坦白讲，伫治安吼，伫资讯即块吼，我们是有很多东西会当甲后面官员来分享。唔敢讲假啦，就讲会当来分享啦。啊，未来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好的一个出发点吼，来当互相来合适啦。是，佮继续请教洪雅琪教授啦吼，咱头拄讲到外部势力也好啊，资讯的这个能力也好啊，头拄啊 Jerry 嘛有讲到吼，咱这个晶片的这个力量吼，是一个安定欧洲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咱的科技啦，会当变做是咱台湾吼保障啊，咱家己的慢慢用着吼其他这个武器这个部分，因这回炸弹起嘛是非常的受用。是，我其实感觉吼，咱会使卖用。资讯安全这个词吼，会使用资讯战。啥那要强调爱用资讯战这个名词，因为咱即马咧讨论的假消息的后壁是一个国家，是国家甲国家之间的，咱讲是冷战，冷战。所以毋是讲一般人个人伊去放这个假消息，伊后面呢是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去放这假消息，甲个人去讲这个假消息，迄后果嘅影响的。范围迄是完全无共款，所以我会建议讲，咱莫讲即件代志是资讯的安全，咱应该讲是资讯战。因为伊本来就是一个战争的形态啊，后壁是国家的力量。第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头拄仔前面有讲到讲半导体即件代志，咱其实知影讲美国因为川普到即马拜登，伊拢强调讲清气的网络，清气的网络即件代志就是。网络要用的在建设、在设施，拢啊用伊会使信任的国家，伊会使信任的公司来提供。啊，所以这都无包括讲中国的产品。啊，所以伊把中国的产品呢，基本上拢袂使用。嘿，所以咱才看到讲，伊其实伫 One China Policy 这大的这雨伞下骹呢，这些代志拢慢慢咧改变咯。嘿，是。包括讲清气的网络嘛吼，啊，甲伊讲伊会强调讲，咱会使信任的在国家，
安怎会使训练国家呢？咱有共款的价值，共款民主的价值，民主的价值、人权的价值，咱爱做伙来拍拼。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即地啦吼，咱头拄有这个雅琪教授讲到，飞扬供应链吼是非常重要，清气的网络吼，美国就是甲这个吼，咱讲华为吼，这个部分吼，该排除在外啦吼。另外，咱嘛来讲到吼，这个。毋那是科技战，也是资讯战吼。其实咱讲无所不战吼。咱讲这个过去，咱看到讲美国甲这个中国吼，伫贸易战下甲吼，咱讲老血老地啦吼。啊，结果咱讲台湾有小看得利啦吼。啊，另外咧买手伫咧贸易战了后，爆发着啥物？爆发着咱讲 COVID-19 啦吼。啊，这2年之间，有人讲吼，欧洲甲中国的这个关系降温，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吼降到冰点。啊，咱台湾伫遮拄好撑起来吼。咱回顾着吼，过去吼伫咧2020年吼8月时阵。咱讲这个 Azar 来到咱台湾吼，另外咱看到讲2020年共款是8月吼，这个 Check 这个吼议长吼，这个韦德奇来到咱台湾吼，伊当阵讲我是台湾人。另外看到2020年吼，这个9月时阵吼，这个 Clark 来到咱这个咱台湾，伊是美国国务次卿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普劳的这个总统吼，伫咧2021年的时阵，来到咱台湾宣传着吼，咱台湾含因的这个吼一寡这个会当去旅游这个行程吼。2021年4月时阵吼，是美国政参议员吼 Todd 来到咱台湾。另外咧，2021年6月吼，这尤其重要吼。迄个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这个议员吼宣布要送咱这个疫苗啦吼。另外2021年吼10月时阵吼，这个法国参议院这个 Richard 嘛是共款吼率领着这个吼下东派这个议员来到咱台湾参访。另外咧，这个澳洲的这个前总理吼，这 Upton 嘛是用私人的这个身份参与着咱的对话这个会议啦吼。另外可能伫咧今年的这个12月的时阵吼，嘛要来规划吼来访问咱台湾是环保署的这个署长。另外，2021年12月吼，你往年啊可能嘛是规划要来访问台湾，所以疫情嘛是一个因素，吼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对咱较好吗？还是咱本地就是一个hot issue伫咧全世界啊？疫情大拢咧破病，咱讲因为安尼对咱较好，是讲吼，咱算讲台湾对抗这个疫情的迄个处理的方式，啊，互因感觉讲，台湾算讲有一套。是。因为进前你也是会记吼，伫旧年差不多1月这个疫情开始的时阵，迄当阵应该是英国迄个 Economist 讲经济学迄个杂志，伊就做一个迄个预测嘛 ，prediction。伊是讲吼，台湾可能会足落的。哦，迄个 John Hopkins 嘛是有做一个啦吼，伊讲吼，台湾可能是这个全球第2个吼危险，也是讲这个确诊上济国家。对啊，我是感觉讲，当然咱即马看讲，即马到来发展就是完全拢无共款嘛。一方面是讲，遮的即个算讲研究的机关吼，伊对台湾的了解当然是较无，嘛唔知影讲到底咱台湾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啊，到什么款的心态吼，啊，敢想讲哦，台湾甲迄个中国可能有真，伊看迄个数字有真侪即个算讲出口会到遐去，还是安怎吼？就认为讲台湾甲中国敢亲像是的关系密不可分吼，所以讲中国出什么代志，台湾就一定中国拍一个骹球，台湾就会重感冒嘛。但即马应该都毋是安尼，我是感觉讲，即马因可能是一方面是较了解台湾本身的能力，嘛了解讲过去吼，算讲有差不多20几档是台湾一个国家吼，为着全世界咧承受中国所有压力哦。OK。所以讲因到后来是才知影讲，当因开始嘛感受到中国对因的做代志，因才了解讲，伫进前全世界无人咧想讲要看台湾看会起的时阵，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是台湾一个国家家己咧承受呢。有影。啊，迄个咱开始要哀的时阵，结果这个国家开始就甲台湾扇嘴巴讲，你莫乌白乱叫，因为即马咱甲中国关系真好啊。是。你莫叫甲互咱迄个甲中国关系更加无好去。所以讲，咱迄时阵吼有压力，迄想要哀佫无法度哀。吼，佫互美国什么叫做即个什么麻烦制造者。即马开始了解哦。原来迄当阵吼，台湾受过什么款的委屈，所以当然即马看到这的这个情形，一方面是讲算讲啊，早就知影，你应该吼较算讲，迄当阵是讲较虚心吼，对台湾来学习，你就知影讲今仔日到底是安怎。另外一方面是讲，
啊，迄当阵我们所受的委屈吼，即马开始会当了解啦。是，所以讲迄个嘛是也感觉很感慨。真感慨啦吼。但是这嘛是代表讲咱台湾伫咧这个部分会当发挥着什么款的这个照敬吼，其他的这个国家吼，做一个吼，咱华语讲的他山之石啦吼。啊，咱看到讲啊，过去咱受过这个苦楚啦吼，即阵咱会当来分享吼。Jerry 安怎看咧？咁真正是因为。疫情可能嘛有一个关系啦，就是讲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吼追求因的这个责任也好，也是因本地就是伫咧透过这个疫情，也是讲要个建立因的这霸权，送疫苗也好啦，送等等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我顶个月的时阵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歌站的官员叫做薛麦龙啊，Michael Shriver 也嘛来到台湾吼，啊，伊有一个算内部的会议啦，甲阮时代力量即个党主席有一个 meeting， 啊，我就伫边仔听咧啦吼，所以会当去感觉讲，其实美方伫即个疫情即段时间啊，其实拢有真积极的来到咱台湾吼，来甲咱台湾的每一个政党来交换一寡针对即个有。CPTPP 啦，这个的这看法的，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好事啦，吼，讲多一点交流吼。我多要补充就是讲吼，咱拄啊有去讲到这个欧盟执委会这个副主席吼，去讲到讲对台湾半导体这个对后面这个数位安全的这个问题啦，吼，其实吼。即摆全世界，包括美国嘛是共款，欧盟嘛是共款，对5G 吼，甲华为这个关系吼是非常的谨慎啊，已经包括英国在内已经说，因无爱用华为伫整个这个5G 内底吼。啊，为什么要来讲？其实因嘛知讲5G 是非常重要。啊，若是讲互华为伫内底去参与的话，可能对于整个国家这个数位安全吼是有产生一寡影响吼。这我想老师拢真清楚啦。所以我嘛看到讲，你台湾伊嘛去有咧做呼吁啊，就是讲吼。因过来这个民众不要用中国的手机，讲不要用小米手机，不要用华为手机，因为感觉讲其实因对中国的品牌吼是无这个信任嘛，所以讲整个这个态势对台湾是好的。因为感觉讲对中国不信任，啊对台湾是好，啊未来嘛是希望讲会当有愈来愈侪交流，甲咱台湾这边吼来合作。啊，你这边嘛有看到讲。有一寡各界即个回应啦，吼，我是感觉讲，有一寡在野党的人是没有必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啦。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即个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啦吼，伊用共款的即个反内地的即个思考，要去问欧洲联盟，啊，但是因集团就是要来处理主信的啦吼，敢袂使安尼来去相比例啦吼，这嘛是大家吼，画一个 question mark 互你啦吼。另外，咱讲吼台湾咱分享吼，可能就是即个境外即个信息啊，头前线啊，咱带伫中国的即个对面吼，咱对面就是一个歹处边，咱过去的经验吼，真正会当互因吼。啊，咱讲爱去观察的，就是讲是毋是德国的即个新政府嘛会当发声来支持台湾？咱过去嘛讨论讲德国啦吼，因到底即个吼咱讲内国的即个造成是啥物啦？还是讲吼像是大多数的即个部分来去主动，是毋是新政府会当来去支持台湾吼？啊，延续头拄啊 Jerry 这个话题，咱搁请教吼雅琪教授啦吼，就是咱头拄啊讲吼，排除掉全世界拢咧排除掉头拄啊即个飞扬供应链的这个时阵吼，小米也好啊，华为也好啦吼，啊，咱讲要升起这个5G 啦吼，啊，真正咱伫咧这个所在安怎搁去找到吼新的这个机会点咧？这其实就是像头拄啊 Jerry 有讲，即马对台湾是一个足好的机会。所以因为伊即马要建立这5G 的供应链，内底拢爱找伊会使信任的，大概有共款价值的国家。所以台湾甲中国要选倒一边，这其实是足清楚的。真清楚。嘿，真清楚，无啥物好选。啊，有迄个洗产地无？甲这个吼，咱讲这小米啊、华为啊，是讲洗，还是讲一寡物件啦吼，用台湾的安尼就好。其实有这种的问题，但是台湾嘛是最有经验的。OK。头拄啊委员有讲到讲，台湾伫疫情这件代志，本来是足侪人是看歹，因为台湾甲中国离这么近，啊，以前佫是为中国开始，啊，台湾一定是受害最严重的。但是最后台湾做安怎？做了真好啊！大家就感觉讲，哦，你伫边啊，受的影响上大，但是你做了上好。所以咱会使讲，假消息，今仔日台湾嘛是有同款的情况。是。台湾嘛是面对中国。
影响上大。但是咱即马做了安怎？至少咱会使看到讲，欧洲即马交流团来台湾要学习，啊，表示讲台湾一定 do something right， 对不对？那咱一定是做了袂歹，人感觉讲要来学习，要来交流。所以咱是我是感觉讲，台湾即马面对中国即个歹处逼，这嘛是一个机会。是，咱嘛莫讲一直为会歹的迄边去看，因为咱即马面对即个歹处逼，即马世界做些国家拢知影讲这是一个歹处逼。有影。那所以大家拢会同情台湾这边。是。所以这就是台湾的机会，上好的机会。台湾的机会你也好调啦吼，咱嘛望甲这个欧洲来扩大一寡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相信咱这回啦吼，因为这个采访团甲明仔还有一寡这个行程吼，咱会当互一寡物件吼分享互因早登去吼对抗着这个Russia 或是讲可能嘛是有中国外部势力这个影响啦吼。今日嘛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吼，甲咱的这个吼做伙来讨论吼，就这个议会这个展出吼讨论去外部势力吼，还是讲假消息安怎来去做一寡上大的这个阴影吼。今日嘛讲甲真透漏吼，感谢所有来宾，嘛要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